教学释文第75集。什么是历史的会议？时代无同啊，直接问 AI。简单来讲，会议就是将两个字组合、意思结合，形成一个新的意思。总结来讲，会议就是合字为义，是安尼吗 ？AI 讲的拢对吗？咱对教骨先生来学 AI 无才调教义的义形音加心。AI 讲的部分就是并义，也就是并心，两种概念的结合。佫有一种的会意并音，并音是前后两音的合并，本来就有音义并的这个义，较早我嘛毋捌注意过。这个意就包含声音甲思想，无发声真歹表达出思想，所以意等于音加心。音的会意，义形将事将要并事要切，读音笑，意思笑也离也。义形将实要声是形声加会意加少的两种概念结合，就是机警，就是巴肚枵。并音加并心，读音枵或者机。AI 毋知影有并音，古人知无？切、一韵、察、识、切。切的本意是观察面色的异样，一种思考的会意，所以写察、识、切。选一韵，循完切。循就是循回，完就是变完，用声音为弯边交回，所以循完切读选。安尼的切音只是巧合吗？咱继续来研究这种的巧合。结同韵固实切音结，固就是句，实是企图肉油啊，固实就是企图脏固精液，加水较好清洁，将水结成，水是清洗的必要流体。体同韵剔理切，剔就是告诫，理等于内里，剔理就是告诫内心。犯讲韵胡贯切，胡就是乱，贯就是常，胡贯等于胡为成常。乌白乱讲当作是正常的，真正是心头之患。五一韵五顾切，五就是五，顾就是原音，五顾等于找出原音。信同韵失尽切，失就是消失，尽就是尽，失尽切是消失传来。文同韵盲韵切，盲是眼盲，韵是细牵，盲韵就是不明打转。无讲韵目顾切，目就是目，顾就是向往，目顾等于暗指向往。晓同韵虚骄切，骄就是欲，虚骄就是虚欲，白音读吼。总结来讲，会意包含义的结合、音的结合。前切后切，毋是无意义的用意，是音的结合。本来古人是用有意义的切音义，本来是会使用反切用义来找出义的本意，后来失传去啊。所以 AI 无法度提供这种的答案。以后若看中古的韵册，试看觅这种古人智慧的用意。